我拍1941嗰陣時係我第2出戲，我工作經驗好淺嘅，但係當時導演梁普智覺得我好適合做呢個角色，咁於是乎去揾我拍呢一個角色咁樣。咁其實嗰陣時我根本完全唔係好清楚中國嘅歷史係點樣嘅，即係我淨係知道有日本人侵佔咗中國，我嘅長輩曾經經歷過一啲好痛苦嘅日子咁樣，咁我淨係知道咁多嘅啫，即係我唔知道個故事個戰爭嘅痛苦係乜嘢啊，對我哋嘅生活影響係乜嘢，我完全唔知道嘅。咁直至到我接咗呢出戲之後咧，咁我就開始做一啲功課啦，咁我就開始睇返多啲嘅書啦、圖片啦咁樣，我先發覺。哇！原來當時係經歷過咁多咁痛苦嘅事情嘅，冇飯食啦，有好多好有天分嘅人要受到迫害，即係人人都變得好可憐、好慘，咁我先開始對返自己嘅歷史有返進一步嘅認識。